早晨啊，各位。Hello， 聽唔聽到啊？好似有咯喎。早晨，歡迎大家翻到嚟神召會屯門堂，同你隔離嗰位朋友 say 個 hello 啊！歡迎佢今日即係喺尋日有黃雨有紅雨嘅情況之下，我哋今日都能夠平安咧翻到嚟教會嘅裏邊，讓到我哋咧一齊有禱告嘅時間啊！天父上帝，我哋感恩，我哋翻到嚟教會裏邊，我哋歡迎你，我哋歡迎聖靈，我哋感恩我哋身邊嘅弟兄姊妹都能夠平安翻到嚟教會裏邊一齊去參與崇拜。每個星期一日嘅時間好短暫，但係你嘅恩典喺我哋嘅生命裏邊係不斷咁樣去俾過我哋。願意咧，我哋即係將到今日嘅時間都恭恭敬敬嘅擺喺你嘅面前，喺你嘅面前，我哋能夠謙卑，我哋能夠即係聽你嘅説話，我哋可以專一嘅去敬拜你。我哋感恩交託奉主名求，阿門。好，跟住咧，我哋一齊讀使徒信經。請各位起立，我哋一齊讀使徒信經。好，1、2、3。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3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門。好，跟住係咪可以繼續站立，交時間俾敬拜隊？好，咁就喺敬拜嘅途中啦，有需要嘅弟兄姊妹係歡迎可以用坐低嘅方式去敬拜嘅。咁我哋今日就一齊去到神嘅面前，我哋先去讚美我哋呢位咧三位一體嘅上帝。係啊，企喺度嘅會眾們都深深明白到我哋嘅上帝聖父、聖子、聖靈係值得受我哋去讚頌榮耀嘅上帝係主。讚美三一上帝，聖潔尊貴一生，聖父、聖子、聖靈，奧妙配得敬拜，讚美三一上帝，聖潔尊貴一生，聖父、聖子、聖靈，奧妙
值得咁樣去到讚美你，去到榮耀你嘅嗰位上帝。哦，主耶穌，係啊，當我哋去面向翻你嘅時候，我哋入邊有好多好多好多嘅説話，好想同你去講。哦，主，就讓我哋跟隨住音樂，去讓我哋心靈去到同你説話。哦，主，係啊，有好多嘢好想同你講，好想去傾訴。就讓我哋呢一刻，大家有一個祈禱嘅時間。你有嘢想同主耶穌講？縱使山崩
震動，不必驚怕。世界雖黑暗，仍未怕怕，感得光照，在聖所之處，你的聲音滿有能力，在眾水之處，你的聲音滿有榮耀。上帝會出過每時刻，你是君王，願你賜祝福
着為王，坐着為王，坐着為王，永遠坐着為王。坐着為王，永遠坐着為王。你坐着為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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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坐着為王。世界上我哋揾唔到第二個永遠㗎。坐着為王，坐着為王，坐着為王，坐着為王。坐着為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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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坐着為王。你坐着為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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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坐着為王。上帝會掌管每時刻。無盡無盡嘅讚美，因為我哋知道，無論我哋真係奉獻所有都唔夠，主耶穌你喺背後嗰種嘅強大，主係啊，我哋承認你係我哋嘅大君王，主係啊，我哋向你祈禱，當我哋因着信嘅時候。因着信嘅時候，我哋會發現，當只要我哋係深深相信你嗰份嘅真實，你嗰份真實，你嗰份嘅真實嘅時候，好多嘅事情原來冇我哋想象之中咁恐怖、咁奇怪。我哋有信心啊！我哋有信心啊！主，我哋啲人類好軟弱啊，但係每當我哋喺你入邊有信心嘅時候，一切都能夠帶着平安去跨過。主係啊，當我哋回看翻聖經入邊好多唔同嘅人去如何經歷你嘅時候，主係我哋有時真係會諗，哇！面對翻同樣嘅情景，我點樣行過個紅海啊？主耶穌，但係就係你裏邊就係萬事都能成啊！主，讓我哋都有呢份信心，帶着呢份信，我哋行落去；帶着呢份信，我哋行落去。憑信，憑信，他離別唔易，因信。全然奉上愛子，憑信還有人全力找住天使，人都祝福換了名字，憑信
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朝近你家鄉走回去。憑信他哋必唔依，因信全然奉上愛子。憑信還有日全力找住天使，贏到祝福，換了名字。憑信他行近紅海，因信連潮浪也分開。憑信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仍敬拜上帝，發誓至死不改。在某年他下決心，愛你要在城外。憑信放聲呼喊，城牆變好下爬來。又有時節未老，他妄想在心裏靜待，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憑信我們懷着憑據，因信同尋着了應許。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朝近你家鄉走回去。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朝近你家鄉走回去。係啊，主，我哋喺呢個世界只是寄居，我哋相信嗎？我哋終有一天會回到主耶穌你嘅身邊。所以我哋所經歷嘅一切，都係發生喺我哋呢個寄居嘅時間，呢個世代。啊，主，時間係短暫，讓到我哋能夠帶着信去到走出去。時間係短暫，所以我哋向人去到宣揚主你大愛嘅時間都好短暫，但我哋唔識啊。有時候我哋好想，但我哋唔識啊。但我哋入邊有呢份信心，我哋好渴望去將你嘅愛推出去。容讓你俾到我哋呢份信心，為你去作更多，為你去擺上更多。你知我哋嘅，但係我哋見到好多好多嘅事情，都係因着信，然後成就。願你去成就，願你去成就，願你去成就。讓我哋擺上我哋自己。曾擺上傾出大愛，曾捨棄已被抹開，曾擔起痛楚，十架路甘心走過，崇高主愛一心似海，能相愛，能相愛，皆因被愛，能勝過要被拆改，能穿起舊約，踏上基督的足印，延伸主愛進入人海。讓我哋立志，至今擺上傳揚耶穌，用我的恩賜獻上最好。
我哋願意獻上我哋自己，獻上我哋自己，去到為你去作工。主，願你去教導我哋，願你去用我哋，願你用我哋去為你獻上最好，讓我哋向你放膽去邁出每一步。主，將我哋全人奉獻俾你，多謝你呢個敬拜，求你悅納，奉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禱告，阿門。各位弟兄姊妹請坐。後邊嘅弟兄姊妹請上嚟，咁咧仲有位置嘅。每月嘅第一個主日係聖餐主日，聖餐係紀念主耶穌基督對我哋嘅大愛，佢捨身喺十字架上面，身體被擘開，流出寶血，潔淨我哋嘅罪。凡係每一位弟兄姊妹已經受咗水禮加入教會嘅弟兄姊妹，可以同我哋一齊享用聖餐。如果你未受水禮嘅，請你暫且喺座位上面存着忍耐禱告嘅心。當司琴響起嘅時候，請我哋眯埋眼睛，我哋先為自己禱告，讓我哋全然嚟到擺上，亦都求主再一次潔淨我哋，好讓我哋全然進入去主嘅裏邊。請先為自己禱告。天父，我哋眾人嚟到你嘅面前，先去獻上感謝。神啊，我哋呢個罪人竟然呢蒙你嘅恩典，蒙你嘅赦罪。主啊，我哋感恩嚟到多謝你。神啊，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我哋嚟到你嘅面前。主啊，我哋多謝你。主啊，你差遣你嘅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在世間，為要去除去世人嘅罪孽。主啊，我哋多謝你。此刻我哋將我哋嘅心嚟到去獻上俾你。神啊，首先要充滿我哋，再讓我哋一個感恩嘅心嚟到你嘅面前。多謝主你嘅捨身嘅大愛。主，我哋多謝你，求你臨在我哋嘅當中，好讓我哋誠心嚟到你嘅面前。主啊，我哋進入去聖餐嘅裏邊，再一次用你嘅寶血潔淨我哋嘅罪，塗抹我哋嘅過犯，讓我哋全然嚟到你嘅面前。多謝主，聽我哋眾人嘅禱告，奉基督名求，阿門。喺聖餐之前，會同大家讀一段嘅聖經，係路加福音22章17到20節。耶穌接過杯來，祝謝了，說：你們拿這個，大家分着喝。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等神的國來到。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剛才讀嘅幾節經文有幾個字，請大家記一記。第一個係擘開，喺19節擘開，呢個動作嚟嘅，係動詞嚟嘅。擘開係耶穌基督喺十字架雙手被擘開，釘十字架，佢係為佢嘅身體為我哋捨棄嘅，擘開。第二個字係
節流出。流出係當釘釘入佢嘅手同腳之後，流出寶血潔淨我哋嘅罪。耶穌基督身體被擘開，擘開呢個動作，好像我哋一息間，我哋將餅擘開。耶穌不愛惜自己嘅身體，甘願為我哋捨棄，佢擘開，流出係寶血滴出來。呢個嘅流出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因為一路啲釘釘落去，一路痛楚，一路啲血流出來。流出寶血為咗潔淨我哋嘅罪，所以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嚟到神嘅面前，我哋應當存着感恩嘅心，存着紀念嘅心嚟到主嘅面前。雖然聖餐係每個月得一次，但係我哋應該每時每刻記緊耶穌基督嘅大愛，佢身體被擘開，寶血流出。喺我眼前有餅同埋杯，杯就係血。一息間，我哋會用餅同埋葡萄汁嚟到紀念咧耶穌基督身體被擘開，佢寶血流出。我先請負責嘅執事上前，我哋都請受咗水禮嘅弟兄姊妹站立。攞咗嘅時候，請我哋等埋一齊吃同喝。請我哋先揭開第一浸，我哋攞個餅出嚟。耶穌基督嘅身體為你為我被擘開，請我哋同心領受主嘅餅。請我哋亦都揭開杯。耶穌基督嘅寶血為你為我流出，請我哋同心領受主嘅杯。我請賴姑娘帶領我哋祈禱。我一齊祈禱啊！天父爸爸，我哋去感謝，我哋讚美你，多謝你哋俾我哋嘅恩典受造奇妙。主耶穌，我哋去稱頌你，我哋感激你。耶穌基督嘅救贖，你嘅救恩，特別耶穌基督，你唔單止為我哋流出你嘅寶血，潔淨我哋嘅生命，有能力讓我哋呢個嘅器皿，讓我哋嘅生命可以成為咧你嘅富足。神啊，唔單止咁樣，耶穌你嘅復活嘅大能嚟到付俾我哋，耶穌復活嘅大能嚟到喺我哋身上彰顯出咧你莫大嘅能力。耶穌復活嘅大能嚟到去臨在我哋身上嘅時候，讓我哋透過呢個餅同個杯，讓我哋認出你，讓我哋認識你，讓我哋見到你。今日呢一個唔單止係一個儀式，唔單止係一個嘅聖餐，一個禮儀，讓我哋知道我哋領受嘅時候，神，我哋遇見你，讓我哋真係遇見你，讓佢幫助我哋嘅心要被你打開。聖靈，我哋歡迎你，請你嚟到去幫助我哋，讓我心嚟到去被你開見，
你開我哋嘅心竅，明白一切，並且記得耶穌所講一切嘅説話，並且俾我哋呢個復活嘅大能，係為着作你嘅見證。我們就是你的見證。神啊，你帶領我哋，讓我哋作你嘅見證嘅時候，神啊，讓我哋嘅生命令到討你嘅喜悅，榮耀你嘅聖名。多謝你聽我哋祈禱，奉耶穌名祈求，阿門。收咗杯請坐。好，大家收咗杯之後可以先坐低啊。咁跟住咧係奉獻嘅時間。咁喺收杯呢個期間，我講少少啦，因為即係頭先敬拜嘅時候咧，有首詩歌叫信啊。咁其實信咧喺我哋即係基督教裏邊都好重要，因為即係相信大家翻到嚟都係講個信字嘅啫。咁所以咧，我就諗起一件事，咁就係咧，其實大家信咧，我哋係見唔到噶嘛。咁點樣先至可以知道耶穌基督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咧？就係靠大家去講見證。咁其實近年咧，我覺得教會少咗人講見證嘅，可能怕醜啦，或者即係啲嘢埋藏喺心底裏邊啦。咁我想講少少，我希望我盡快講完。咁咧就係首先咧，我4月咧去咗廈門啦，公司去出 trip， 翻嚟之後咧，第一件事咧就唔係執行李喎，就係炒姐姐。咁咧炒咗姐姐之後咧就大鑊啦，屋企4個人噶嘛，到即係啲細路又一日洗幾廿件衫咁樣。咁啊開始我哋又覺得，但係好煩啊，因為炒一個姐姐咧去借錢，咁我哋即刻炒咗佢，咁又收到好多財務公司嘅信啊咁樣。咁我哋就覺得好討厭啊呢件事。咁啊諗緊啊會唔會唔請姐姐？跟住咧適逢咧我公司又有一啲重整架構啦，咁有機會我會俾人炒喎。咁啊唔請姐姐，我俾人炒咗，我咪可以喺屋企做嘢咯。咁又好似好順暢喎呢件事，咁咪唔緊要啦，咁啊繼續等啦，咁啊繼續同阿嘉喺度捱住啦，日日放工喺度做家務啦，由好積極去到開始好攰啦，跟住去到哇真係想休息下。然後咧有一日我就忍唔住啦，上個禮拜喺我公司重整咧，係啱啱上個星期五。我哋有個即係會去講嗰個重整係點樣做啦。咁禮拜五之前嗰個禮拜六咧，即係我都唔記得。總之上個禮拜五開嗰個會，咁但係之前嗰個禮拜六日咧，我已經覺得哇，真係頂唔順喎。咁咧有朋友咧就都好擔心我嘛，啲媽媽嗰啲咁樣，咁啊俾咗啲 agent 嘅 contact 我，咁我就問下啦，不如都試下問下幾錢先啦，問定即係有啲渣男啊知道先啦。跟住咧，哇！11,000蚊我請我已經有諗住請翻舊嗰個姐姐，即係再唔係借錢嗰個姐姐，再之前嗰個姐姐，係啦，都要11,000蚊，我話哇好貴喎，咁不如再問多間，問多間又平啲喎，跟住就心思思啦，就同阿佳喺度講咁樣啦，跟住咧我哋就最後決定請咗。喺我未知我仲有冇份工嘅時候咧，咁我哋就行咗呢一步就請咗，因為佢話你今個月要決定㗎啦，你唔決定咧就9月尾先至嚟㗎啦，你決定咗就8月尾，我哋都可以盡快幫你搞文件。咁啊好啦，博取啦，咁博取完之後咧，上個星期五開嗰個會咧，咁我係繼續有工做嘅，係啦，感謝主。好，跟住咧就係奉獻嘅時間啦。咁我哋今日會收2次嘅奉獻，第一次係主日嘅奉獻啦，即係往常嘅奉獻，同埋第2次會收建堂奉獻嘅。好，咁我哋一齊就唱翻因着信啦。憑信他你必唔依，因信全然奉上愛子，憑信還有人全力找住天使，贏到祝福，換了名字，憑信那恩還愛，因信連潮浪也分開，憑信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仍敬拜上帝，發誓至死不
信，同尋着了應許，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朝更美家鄉走回去。好，讓我哋一齊咧為住獻金去禱告。天父上帝，我哋感恩，我哋有賺取金錢嘅能力，我哋感恩，我哋願意將我哋微小嘅金錢去奉上，願意為着教會嘅事工咧都能夠繼續去發展。感謝主你讓到咧執事團隊，讓到牧者佢哋都有一個愛心，有一個去憐憫人嘅心，去到呢個社區裏邊咧，喺學校嘅裏邊咧，將福音傳講開去。願主你咧親自去俾到佢哋咧有智慧去使用嘅會有奉獻嘅金錢，讓到咧你嘅事工能夠發展開去。感謝你聽我哋嘅禱告，奉主名求，阿門。唔該晒敬拜隊。好，家事報告第一項就係上個星期啱啱完成咗嘅廚藝比賽。咁咧我哋都多謝有10位嘅參賽者啦，同埋佢哋嘅親友啦。上個星期翻到嚟教會嘅裏邊，咁咧雖然我唔喺嗰個家政室裏邊啦，但我相信上面咧係非常之精彩啦，有好多唔同嘅景象會發生嘅。咁希望咧之後團隊咧佢哋準備好咗個 video 之後咧，可以同大家再分享。咁咧亦都特別多謝籌辦嘅弟兄姊妹啦，雷師母、練山同埋 Ylene， 同埋咧協助各樣安排嘅練太啦、Fanny、阿興、Ivan 等等咧，令到整個廚藝比賽咧得以順利進行嘅。亦都恭喜咧3位冠亞季嘅得主，我哋3位咧神召會嘅屯門堂嘅廚神啊 ，Idy 喺義送嗰度，阿佩賢同埋麗芳，咁亦都係啦，再一次多謝各位投入參與啦。咁跟住咧就係第二樣咧就係好聲音嘅。其實第2炮好聲音咧已經截止咗報名啦。咁我哋都好開心咧，有9隊嘅報名。咁今日我哋會有一個 briefing 嘅，咁大約12點鐘咧就會去107室。咁報咗名嘅弟兄姊妹咧，咁就可以準時上去107室嗰度，我哋有一個簡介會。好啦，跟住第3炮咧就係呢個親子競技比賽啦。記住個日期係7月12號。我見咧名額仲有3隊嘅。咁留意翻，你係父子母子、父女母女同埋爺孫嘅組合都可以參加嘅。咁籌委咧會因應住報名嘅年齡啦、參賽者啦，去設定各樣嘅項目，唔需要太過擔心嘅。我相信佢哋開得比爺孫啊、嫲孫呢個組合咧，佢哋係有心理準備嘅。你即管報名，佢哋就夠膽同你哋去玩㗎啦。咁係啦，6月21號就係截止報名，仲有3隊嘅啫。同埋呢個活動好好㗎，喺禮堂裏邊進行㗎。唔熱㗎，唔係出邊日曬雨淋㗎，有冷氣嘅。好，跟住下一個就係萬眾期待啊！雷牧師又再開聖經裝備課程。今次咧係路加福音，7月份有4個星期日嘅早上。咁咧經過上一次咧，佢哋個課室係30個位，個30個位咧係好快滿嘅。咁都可以勉強加多幾個位，但係真係勉強咯。咁所以大家報名就快，我見已經有10幾個人報咗名㗎啦。今朝咁報咗名之後咧，就記住8點25分咧就好去到課室啦。因為8點30分去到咧係已經得返可能門口嗰一行2、3個位嘅啫，跟住就要加凳㗎啦。咁所以請大家咧可以喺出面報名，地點咧喺課室裏邊進行嘅。連續7月份4個主日。好，跟住咧就都係機會嚟啦。有26年嘅浸禮啦、轉會禮同埋孩童奉獻禮，咁咧就定咗喺10月18號舉行嘅。咁有別於過往，我哋多數可能9月進行，今年係10月，咁大家可能咧都要mark 翻自己嗰個行事歷啦。咁記住嗰一日咧翻嚟睇下咧，有邊位朋友會浸禮啦、轉會啦或者孩童奉獻禮咧，都可以睇翻嗰
嗰個資格去報名嘅。咁係啦，我諗主要係浸禮同埋轉會禮啦，因為好似冇見到有孩童。係好，咁可以留意翻啦，有問題可以揾翻賴姑娘去即係詢問翻嘅。跟住同心祈求，教會咧今年嗰個主題就係活在聖靈中。6月份嘅分題咧就係靠聖靈得力。咁咧我哋可以一齊讀出路加福音24章48至49節。1、2、3，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好，我哋一齊讀禱文。差遣的主，我們就是你的見證，感謝你的救贖和復活的盼望。願主的愛激勵我們，全心等候並領受聖靈的能力，能為主作得勝的見證。奉主名求，阿門。跟住咧就係為咗孩童啦，同埋少年人喺學期年中考試預備升班學習禱告嘅。我哋一齊讀雅各書1章5節。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神，主就必賜給他。禱文係求主賜福每位小孩及少年人的學習，滿有智慧，成績理想，能在合適的校園繼續升學，成熟長大。奉主名求，阿門。好，跟住係今日係雷子健牧師啦，為我哋證道啦。咁證道之後會同我哋有祝福嘅時間。咁先請阿瑞葵姨同我哋讀經。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經文呢，讀係約翰福音20章21至23節。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讀經完畢。弟兄姊妹早晨嚇，咁咧今早嘅講題咧就吹一口氣。咁剛才讀聖經嘅時候都有出現過呢幾個字嘅嚇，咁咧就今日會就住呢個嘅吹一口氣呢個嘅題目咧，同大家嚟到去分享，請大家同心禱告。主啊，我哋多謝你喺剛才我哋讀嘅聖經，知道咧阿耶穌吹一口氣，就係讓門徒咧接受聖靈啊。聖靈近嘅時候咧，臨在嘅時候咧，我哋就必得着能力啊！主，我哋感恩多謝你，求主祝福賜恩。今堂嘅道要向弟兄姊妹嚟到開啟神嘅説話，臨在大家當中，讓我哋聽清楚神嘅説話，並且行出神嘅説話。聽我哋同心禱告，奉基督名求，阿門。好多謝主啊！咁咧就我哋想像一下。耶穌當年升咗死咗啊，即係釘喺十字架死咗啊，咁埋葬咗啊，跟住又復活啊。喺呢個過程嘅裏邊咧，其實12門徒係好驚嘅，係好驚啊，驚到離晒譜啊。咁所以咧，佢哋匿埋喺間屋嘅裏邊，重門深鎖，好驚。咁就突然之間，耶穌就入到佢哋嘅當中。啊，仲更加驚！哇，復活啦！當時佢哋未必個個知道復活㗎。哇，耶穌復活咗啊！嚟到佢哋嘅面前，其實佢哋一早知道嘅。根本耶穌都同佢哋講咗，預先要講啊，我將會咁樣咁樣咁樣，我將會咁樣咁樣。但係我哋試想像一下，喺當時一個情景嘅裏邊，重門深鎖，佢哋驚到不得了，恐懼係戰勝咗佢哋一切，恐懼、迷惘同埋絕望喺佢哋裏邊。嗱，你跟咗一個老師成3年啊，嗰個老師竟然死咗，釘十字架死咗，咁佢哋真係好驚啊！
即係群龍無首啊，咁所以好驚。咁突然之間耶穌去到佢面前，耶穌講咗咩説話？願你們平安，講咗2次，啱讀嘅聖經裏邊啦，講咗2次。呢2句説話俾佢哋一個定心丸，願你們平安。更加定心丸嘅係同佢哋吹咗一口氣，佢話聖靈臨在你哋嘅當中。咁所以咧，今日咧會就住咧呢段嘅聖經嘅裏邊咧，同大家嚟到去分享。耶穌吹一口氣係徹底改變咗門徒跟住落嚟所行嘅一切，因為聖靈嘅降臨係讓門徒更加有能力去面對前面嘅困難，係咪？更加有能力，更加有勇氣去面對前面嘅困難。所以耶穌係做咗呢個咁嘅動作，吹一口氣啊！嗱，咁啊，即係復活嘅主站在佢哋嘅面前啦，吹咗一口氣。接住落嚟發生嘅事咧，就完全咧唔同。咁啊，如果我哋睇翻聖經咧，吹一口氣咧係出現過2次。舊約出現過1次，就係咧喺創世記2章7節，當神做咗人嘅時候咧，神就吹咗一口氣喺人嘅身上。咁人咧就成為咧有靈嘅活人，係創世記出現過1次。咁第2次係當然就係啱啱我哋讀嘅聖經啦。説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你們受聖靈。咁咧約翰福音2章咧22節咧出現。咁呢2次咧係完全嘅唔同嘅喎。第1次吹一口氣咧係神俾人嘅一個新嘅生命，有生命啊，嗰個有靈嘅活人啊。咁所以亞當夏娃咧係有靈嘅活人啦。咁所以咧就第2次咧吹一口氣咧係俾教會嘅新嘅生命、屬靈嘅生命臨在你嘅當教會，即係人啊，即係你哋啊，即係我哋啊。咁所以咧吹咗2次係完全唔同嘅。耶穌吹咗一口氣。今日嘅聖經咧俾我哋有3個咧好重要嘅屬靈意義。第一個屬靈意義係差遣啊！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也照樣差遣你們。係20章21節。馬太福音28章19節，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嘅門徒。去就係一個嘅差遣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個心嘅裏邊咧，其實有個好強烈嘅差遣嘅感覺啊！其實信主嘅人應該要有嘅喎，因為耶穌係俾我哋每一個基督徒咧有差遣我哋嘅一個嘅意義喺裏邊啦嚇。咁差遣咧呢個嘅字咧係差遣呢個嘅字咧係有啲咧唔同嘅。咩叫差遣咧？差遣同使徒、門徒呢個嘅字嘅原文咧係一樣嘅，即是話門徒或者係使徒咧，佢係被差遣。咁我哋每一個基督徒咧，亦都係咧被差遣。千祈唔好誤會咗咧，呢個差遣咧，即係隔離嗰個人先差遣啫，或者我哋即係傳道人、牧者咧先至被差遣。但係呢個差遣呢句説話咧，係我哋每一個基督徒咧都應該受感，我哋係被差遣出去嘅。咁唔知大家有冇去過一啲嘅差傳嘅聚會啊，或者一啲差遣嘅宣教士嘅聚會咧？即係如果大家去過咧，會咁嘅形式嘅，或者唱詩啊嘅內容都係圍繞咧差遣嘅。咁同埋咧被差遣嘅宣教士咧，咁啊會跪喺度啊，咁咧啲人咧就牧者會圍住佢嚟祈禱啊，佢哋要出發去邊度啊？咁而家多咗好多出發嘅地方咧，就唔公開嘅，咁啊叫咩富裕國家、咩貧咩國家咁樣，多咗呢啲聲音，即係多咗呢啲情況出現嘅，就唔會話你去咩國家咩國家咁樣，因為有啲嘅國家唔係咁方便公開俾人哋知道啊，一個對基督教好封鎖嘅國家啊，咁所以咧跪喺度被差遣嘅人咧，佢咧就被差遣出去，但係差遣嘅人咧，未必一定係傳道牧者嘅喎，被差遣出嚟，可能係一個平信徒，佢藉着一啲嘅佢自己嘅技能啊，去到嗰邊嘅國家裏邊咧，佢透過一啲工作嚟到做一啲嘅宣教嘅工作，我哋咧將福音咧嚟到去傳開，呢個係差遣到唔同嘅地方。
嚟到去傳福音，呢啲係差遣。喺古希臘同埋羅馬嘅文化裏邊咧，有一啲人咧就叫跑腿送信嘅，即係去送信去跑腿，咁為國王咧去做一啲嘅即係走腿嘅工作。呢啲嘅人咧，亦都係一啲嘅差遣嘅工作，佢要咧被可能去傳遞一啲嘅信息啊，傳遞一啲喺外交嘅工作裏邊咧嚟到去傳遞。所接受差遣出去傳遞嘅人咧，佢唔能夠唔接受。如果佢唔接受咧，佢就係侮辱當時嘅皇帝同埋國家，佢咧即係可能要接受死刑咁樣嘅。嗱，嗰啲人咧，佢會覺得佢係一個被差遣者，因為皇上最上頭嘅人，佢要差派佢去工作，佢咧要去傳遞呢啲嘅信息。而今日咧，如果套用今日嘅情況嚟講咧，我哋每一個人，上帝就係我哋嘅被差遣，我哋嗰個嘅王啊！我哋咧嘅責任就係被差遣出去。可能你嘅工作喺你嘅工作環境，喺你嘅生活嘅圈子裏邊，你就成為一個被差遣者，你去傳遞咧福音，你去傳遞一個嘅好嘅信息。咁所以我就話，被差遣嘅人未必一定係傳道人同埋牧者，所以你平信徒全部嘅人都可以咧成為一個被差遣者。咁啊，我早排咪講過我過年嘅期間咪做咗個心臟手術嘅咁樣㗎。咁啊，我嗰個心臟科嗰個醫生咧，其實我10幾年前已經識佢啦，因為有一個院牧咧介紹俾我睇過佢嘅。啊，咁啊，佢係一個好愛主嘅基督徒醫生啊。咁咧佢咧，其實我應該上個禮拜我覆診翻去佢嗰度要攞藥嘅。咁但係接到佢個姑娘嘅電話就話咧，醫生未翻嚟香港，咁咧就所以就 delay 咗下個星期咧先至去覆診攞藥。咁佢去咗邊度啊？佢去咗做宣教嘅工作。佢可以 delay 咗咧，未翻嚟工作。哇！呢個大醫生嚟嘅喎，點解會咁樣周圍去跑？咁樣周圍去跑係冇錢嘅喎，可能要自己要揞荷包，要做好多嘅工作。因為佢知道咩啊？佢係一個差遣者，佢係被差派嘅出去。咁所以咧，我去我睇醫生嘅時候咧，好得安慰嘅，唔係一個睇醫生得醫治嘅安慰。佢為我哋祈禱啊！我同阿師母。佢特別嘅喎，你師母嚟唔嚟啊？你個仔嚟唔嚟啊？因為我睇醫生嘅關咩我仔同師母事啫。佢叫埋佢哋嚟啊！咁一齊咧睇醫生嘅時候就講好多，即係問候我嘅侍奉嘅工作啊、場景啊。咁跟住咧為我哋咧嚟到祈禱。除咗個身體醫治之外，心靈嘅醫治咧都好大同埋好重要。差遣，被差遣出嚟。弟兄姊妹，各人都有不同嘅工作喺身嘅，啊，不同嘅處身嘅環境喺你嘅裏邊嘅，你有冇一個感受咧？你係被差遣啊，唔係一定侍奉嘅人嘅喎，唔係一定全職侍奉嘅人嘅喎。喺你嘅生活環境工作嘅裏邊，我哋要感召呢個被差遣嘅感覺。主啊，你咧係差遣緊我出去嘅。耶穌又對他們說，呢個對住啲門徒咁講，我話願你們平安。呢個係定心丸。佢話父怎樣差遣我出去。事實上，耶穌講俾大家聽嘅時候，佢係被差遣出去。佢本來喺天堂上高，但係佢差派落嚟喺民間裏邊做緊一個救贖嘅工作。呢個係差遣。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當時係同啲門徒咁樣講嘅。請記住，門徒當時係咩啊？好驚啊！我心裏邊好唔掂噶，因為3年裏邊都跟住師傅啊嘛。佢嘅師傅，佢嘅老師有定心丸啦，跟住師傅，乜嘢都師傅搞掂，乜嘢都老師搞掂。咁但係耶穌點啊？突然間釘十字架死咗啊！而家將來仲要咩啊？升天添，唔喺佢哋身邊噶啦。耶穌話：我也照樣差遣你哋出去。確實嘅，當耶穌升天之後咧，聖靈降臨裏邊咧。佢哋係被差派去不同嘅地方、不同嘅圈子裏邊咧，去傳揚福音。有門徒面對死亡啊！第
第一個死咗係邊個啊？司提反啊，第一個又俾亂石掟死啊！雅各啊，門徒雅各亦都係死咗啊！第一個死啊，第一個死嘅門徒啊，確實係面對困難危險喺當時嘅情景嘅裏邊，但係佢哋好甘心樂意嘅。主啊，我哋願意去。咁所以喺聖經裏邊好出名嘅，即係好出名嘅大使命啊！所以你們要去，就係咁嘅意思。弟兄姊妹，我哋會去到邊一度啊？我哋會去邊一度啊？唔係屋企，唔係屋企咁簡單啊！你可以為主去到邊一度啊？我係一個主婦嘅，我可以去到邊一度啊？街市場景啦，接小朋友返學放學嘅場景，可能有好多場景你可以去到啊！我可以為主去到邊一度啊？我只不過喺一個好普通嘅工人工作啫。主就係要你去到嗰度，喺嗰度成為咧神嘅見證，傳福音，報喜訊，係咪？呢個咧係差遣。咁所以咧，耶穌基督咧喺當時咧吹一口氣嘅。嗱，你如果睇聖經嘅時候咧，吹一口氣，佢哋唔係即刻明拎白，哇！即刻有好大嘅反應。聖經冇記載啊。但係呢一口氣咧，係俾在場嘅門徒一個好定心嘅。嗱，你要記住喎，吹一口氣之後就發生咩事啊？耶穌升天啦，跟住聖靈再降臨喺大家嘅身上咧。佢就跟住啲當時嘅人咧就被聖靈充滿啦。其實耶穌係預表咗當時一個咁嘅情景，所以吹一口氣，讓當時在場嘅門徒佢會知道我係一個被差遣。好，第二個屬靈嘅象徵就係能力。我要將我父應許嘅降在你身上，你們身上，你們就要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而來嘅能力。呢個路加福音24章49節記載嘅。使徒行傳1章8節，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嘅見證。當耶穌去話俾佢哋聽嘅，係要表達咧呢個嘅吹一口氣係同能力有關嘅。聖靈如果唔降臨喺我哋身上，我哋係冇能力嘅。我哋要承認，我哋能力係，如果你靠自己嘅力咧，係頂唔順嘅。自己有幾多能力啊？你根本你頂唔順。聖靈臨在我哋每一個人身上，我哋就必得着能力。係為主耶穌嘅道傳開去所發出嚟嘅能力。咁所以咧，我哋要去嘅時候，嗱，剛才讀嘅聖經23節咁樣講，佢話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有冇記得讀過呢段聖？啱啱讀呢度啊，即係紅色嗰度。不如我哋讀一次啊！預備1、2、3。赦免誰的罪，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如果我哋睇呢段有一節嘅聖經嘅時候咧，我哋好容易誤會咗我哋有能力咩？我哋有能力去赦免人嘅罪咩？我哋有能力去留下人哋嘅罪咩？並不是。咁所以話咧，聖經有陣時譯得咧唔係太過完整嘅，好讓我哋咧即係誤會咗個意思。個意思就係，當門徒被聖靈充滿嘅時候，宣講福音嘅時候，我哋就成為上帝赦罪恩典嘅渠道，係咪？我哋去宣講神赦免罪嘅信息啊，邊個就得到赦罪？如果人哋唔接受嘅時候，同樣罪就臨到嗰啲人嘅當中，係我哋成為咗赦罪嘅道嘅渠管道啊，唔係我哋有赦罪啲咩能力啊。咁所以如果你冇能力，你係做唔到呢啲嘅。即係我好想同人分享福音啊！我好想同人分享，即係唔好講話分享福音啊，或者分享你經歷嘅見證啊。咁所以 Ada 講得好好啊！我哋好耐冇人企喺度講見證啦，或者我哋講見證嘅人來來去都係得嗰幾個啊。咁我都鼓勵弟兄姊妹嘅，你唔使怕。
你經歷到神嘅，你可以站出嚟咧，向眾人嚟到述説咧，神對你嘅生命嘅或者屋企嘅一個好嘅一個嘅見證，你可以喺度咧嚟到去分享下。咁所以人冇能力嘅時候，你係好驚去同人分享福音嘅，或者自己嘅經歷嘅。所以聖靈嘅臨在就係讓人去得着呢一份嘅能力啊，同埋見證嘅膽量啊！我上個星期一咧，咁咧就起床啊。其實我屋企間房咧，一入房一搭上就係床啊，因為我冇床啊，係榻米嚟嘅。咁所以一搭上咧就瞓喺度。咁朝頭早一起身就趌起身，一搭落地就趌起身，即係嗰一啲嚟嘅。即係所以間房一步都行唔到啊！一開門就瞓低，一開門就起身咁樣啊！咁上個星期一咧，一開門就起身，跟住挫親條腰。唔係做啲粗勞嘢挫親喎，一起身一着咁啊挫親啦。咁所以條腰就好痛啊！咁所以嗰日就星期一、星期二都放咗假，條腰實在太痛啦。咁啊睇咗醫生啦，咁樣嚇，咁啊即係敷咗藥啊咁樣。咁星期三咧都仲未好翻嘅，但係星期三我就入浪茄。咁啊上山啊落山嘅時候都慢慢就住都 OK 嘅。咁但係上山嘅時候咧就大件事啦，因為上山嘅時候當日係幾多度你知唔知啊？35度、34度。咁浪茄嗰度冇瓦遮頭嗰個地方係36、7度啊！咁啊晏晝上山咧，我係2點鐘上山嘅，朝頭早入咗去，跟住晏晝2點鐘上山，哇曬到行，跟住咧即係我都要動住啲士的嚟到上山啊，動住啲行山杖啊，一步一步咁行上，哇條腰真係好痛啊，跟住個頭又曬到興晒喎，哇跟住成身就飆汗喎，哇好辛苦啊好辛苦啊，我幾乎想攣低啊！阿梁仔你做咩笑嘅？我幾乎攣低你喺度笑。好辛苦啊！我跟住一路行嘅時候，我根本你任何嘢都做唔到啊！只有禱告，主啊，你俾能力我，主啊，你俾能力我，跟住慢慢趌啦，就上咗山，好平安咁到咗東壩。呢個係乜嘢啊？主俾能力我去應付所遭遇嘅困難同埋場景，係咪？但係主俾能力我哋去宣講，嗰度係更加重要。主俾能力啊，去應付呢個場景，但係主亦都同樣去俾能力啊，我哋去勝過一切。我哋可以用屬靈嘅力量求主俾能力，我哋去應付同埋咧勝過一切。聖靈唔係嚟滿足我哋平時嘅娛樂啊，唔係呢樣啊。聖靈係要讓我哋更加有能力走出去，去面對困難，所有嘅處境，所有嘅內容係聖靈俾我哋有能力去應付。請我哋代入去當時門徒面對嘅困難情況啊！第一代信主嘅門徒咧，佢哋嘅困難比我哋大得多而有多，因為當時嘅王已經處死咗耶穌啊！但係佢所信嘅嘢，佢所信嘅人，亦都係禁止佢哋講任何嘅嘢啊！如果你睇《使徒行傳》，你就知啊，好大嘅困難同埋即係處境啊，要死亡啊！但係使徒有咩能力去應付啊？只有聖靈臨在佢哋當中，佢哋就必得着能力啊！所以去到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場景嚟到傳福音啊，嚟到去咧讓神嘅道得以咧擴張，嚟到去彰顯。我哋有從另一個角度去睇《使徒行傳》嘅，當時嘅門徒遇上困難，其實困難咧遇着逼迫咧，佢哋嘅場景就遇着逼迫，福音先被擴散啊！如果唔係逼迫，有冇擴散啊？唔係好。如果冇逼迫，咪幾好啊！坐喺度啊，你好我好大家好。我幾時都話啦，逼迫係帶嚟乜嘢啊？如果喺
積極嘅眼光嚟睇，逼迫係帶來福音嘅擴展啊！有陣時逼迫可能會帶來畏縮恐懼，但係有神嘅力量能力臨在我哋當中，我哋福音就被擴展。如果係太好嘅時候，你好我好大家好，冇嘢啊，乜嘢都冇啊，乜嘢都唔覺嘅時候咩啊？咪就係坐喺度咯，全部都坐喺度，全部都坐喺度，唔使做任何嘅嘢。咁所以咧喺《使徒行傳》喺當時嘅面對嘅情況嚟講咧，其實如果冇神嘅能力咧，佢哋做唔到任何嘅嘢。睇翻當時嘅場景，所以耶穌進入去佢哋嘅當中，話俾佢哋聽：你哋平安。跟住吹一口氣。咁如果睇翻聖經嘅時候咧，有門徒係唔信嘅，多馬咪唔信咯。跟住咧就耶穌就俾嗰啲釘過嘅釘痕俾佢睇，跟住咧佢哋知道咧神確實係復活嘅真神啊！第三樣係使命。馬可福音16章15到18節，聽我讀呢幾節經文。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16節，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17節，信的人必有神蹟隨着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18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麼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喺呢度講俾我哋聽咩啊？當我哋去到嘅時候，當我哋出去嘅時候，係要帶着咧使命啊，使命。所以咧，我都話啦，其實每一個基督徒應該記得神俾我哋有使命啊。無論你即係做喺邊個場景都好，喺邊個職業嘅範圍都好，你係有使命啊！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啊！呢個係一個主俾我哋一個嘅大使命。進入去人群嘅當中，我哋咧滿有主嘅使命啊！係咪叮叮叮叮提我啊？神俾使命我哋每一個嘅基督徒，而呢個使命唔係傳道牧師獨有嘅，係每一個基督徒都有嘅一個使命。呢個使命亦都係咧一個嘅命令，神頒布使命呢個命令，話俾我哋每一個基督徒聽：你們要去進到人哋嘅當中，將福音咧嚟到傳開去。咁神召會來華100週年咧，有一本嘅特刊嘅。咁咧就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呢啲特刊啊？喺其中一個 chapter 咧就記載咧有一個胡壯志牧師個爸爸，咁咧就佢咧就入到去西藏高原裏邊去傳福音啊！咁當時咧即係呢度呢個記載啊，1908年至到1984年啊，西藏宣教嘅傳福音啊，咁咧就入到去西藏高原裏邊咧嚟到傳福音。咁當時嘅人咧拒絕福音嘅程度係好大嘅，而滿有使命感嘅牧師進入去當中咧嚟到去將福音傳開去。但係好不幸，西藏嘅人咧就落毒藥毒佢，咁佢食咗啲嘢，佢唔知噶嘛，有毒噶嘛，咁咪食咗。咁佢食咗毒物嘅，食咗毒梗係中毒噶啦。喺同一時間，師母喺外地嘅地方咧，突然之間瞓咁樣一覺起身，就為阿牧師嚟到禱告啊。咁當時中毒嘅胡牧師咧，一啲事都冇，起翻身冇事，食咗毒物也不死嘅。係咩？食咗毒物也不死，呢個係一個神蹟嚟嘅。神用福音你要改變每一個人嘅人心，人亦都信靠福音，亦都滿有從上帝而嚟嘅使命，係咪？咁所以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我哋即係今年幾多週年啊？45啦，45週年。45週年啦，讓我哋每一個神召會屯門堂咧，
每一個弟兄姊妹咧都要站起來，領受神俾我哋嘅使命。我哋嘅使命咧就係要傳揚福音。我哋嘅使命咧，即係唔好去到咁遠啦。你喺碼頭區裏邊咧，一個好嘅見證，傳揚福音，將人咧帶到咧神嘅面前。吹一口氣係代表咩？差遣啊，去到不同嘅地方。吹一口氣代表咩？我哋滿有能力啊！唔好話自己成日都話自己冇力啊冇成，你有能力嘅。吹一口氣代表咩？使命。每一個人，每一個神召會團堂，每一個弟兄姊妹都有從上而嚟嘅使命啊！神俾我哋每一個基督徒都負上咧呢一個嘅責任。我請敬拜隊嘅弟兄姊妹準備。請我哋祈禱啊！其他嘅祈禱，我哋一齊祈禱啊！天父，我哋多謝你喺今日嘅信息裏邊，主啊幫助我哋，我哋要嚟到你嘅面前，將福音傳開去。主啊，我哋要嚟到你面前，去支取從你而嚟嘅能力，去應付一切。主喺前面可能好多未知之數，但係主啊，你就俾我哋憑信去踏上，你就俾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用信靠你嘅心去踏上，去開呢條嘅路。主啊，我哋多謝你45週年，45年嘅過去，主你俾我哋教會好多恩典，喺未來嘅歲月裏邊繼續祝福我哋，讓我哋憑信嚟到你嘅面前。主，我哋多謝你，我哋要擺上自己，將福音傳開去。多謝主，讓我哋一齊唱，立志擺上。傾出大愛，曾捨棄已被抹開，曾擔起痛楚，十架路甘心走過，崇高主愛因心似海，相愛皆因被愛，能勝過要被拆改，能穿起舊人，濕身基督的足印，連身主愛進入人海。請我哋起立。擺上傳揚耶穌，用我的恩賜獻上最好，讓我謙卑作你僕人，存着敬畏去侍奉神，前是你恩典福愛每步亮明燈，在你恩手裏滿布雲彩，效法基督愛，眼界變改，願鴿子天際降下來，陶造我裏面能承載神風中的厚愛。擺上。傾出大愛，曾捨棄已被抹開，曾擔起痛楚，十架路甘心走過，崇高主愛因心似海，同相愛皆因被愛，能勝過要被拆改，能穿起舊人，立上基督的足印，身主愛將
喺呢度作出一個嘅呼召，弟兄姊妹聽得到嘅，神進入你嘅心，但嘅道進入你嘅心裏邊，你好大嘅感動嘅。主啊，你使用我啦，我冇所謂嘅，你差遣我啦，傳福音又好，作見證又好，進入人嘅當中嘅，你願意咁樣做？請你將手舉起，我為你禱告啊！你願意咁樣做嘅，主啊，你使用我啊，我進入去人海啊，冇所謂，主啊，我擺上自己啊！好，主啊，我哋多謝你，我哋將舉一手弟兄姊妹，我哋禱告，求你再一次充滿佢哋啊，讓佢哋滿有能力進入去人海當中，進入去人群當中，將福音傳開去。主啊，藉着佢哋嘅，成為你流通嘅管子，使用我哋述說福音，述說神嘅大能，述說神喺佢哋生命嘅改變，佢哋嘅經歷嘅見證。主，我哋多謝你，使用我哋，哈利路亞！主，我哋多謝你，多謝你，主，你覆蓋佢哋，你臨在佢哋嘅當中，多謝主。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同心領受上帝嘅賜福，願耶穌基督嘅恩手親自差遣我哋，進到去每一角每一笪地方去傳揚神嘅福音，又願神嘅慈愛圍繞我哋，讓我哋滿有能力去述說主奇妙嘅作為，又願聖靈時刻臨在我哋嘅當中，提醒我哋係滿有使命嘅基督徒，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請我哋俾啲掌聲，耶穌基督。我哋感恩今日嘅聚會到此完畢，願神覆蓋大家，大家滿有神嘅能力。